台北市立动物园永过有一只象叫做林旺，是大人囡仔拢喜意的动物名称，而且伊也捌参加过二战。2003年的时阵，食到86岁来往生。今年是林旺的105岁生日期，由学者特别举办特典，要来甲伊纪念。历史老相片有孙立林将军参镇上林旺活动，还有林旺家族礼宾迎接自花书节，一系列记录林旺一生的相片，拢是过去孙立林将军的电影官罗超群留落来。通常看到很多都是这个林旺被圈养在这个动物园里面的照片，啊，但是很少看到说林旺其实他在这个草地上哈，哦奔驰啊哈，吃牧草的照片。真侪相片是第一届公开。2003年，林旺伊着86岁长退休，伫台北市立动物园过身。早前的老相片，亲像经历二战来到台湾，伫圆山动物园参马兰小岛顶，计共买50张相片，互外界看到无同的林旺。另外业者嘛出绘本，绘本作者考证相片、文字等内容，用3部曲来讲林旺。李吴清老师他也花了10年时间去做田调，他甚至呢去深度的去接触到林旺以前真的有相处过的阿兵哥或者是他的后辈，那去把这一些历史呢去还原到他的绘本的里面。业者表示，林旺的一生见证历史的变迁。今年是林旺105岁生日期，希望让大人囡仔通认捌这个过去的动物大名册。这个相片文物会伫台北孙立林将军官邸，等到年尾。记者陈立凯台北采访报道。